表哥，问你个问题行吗？问。你真的爱上小桃啦？其实他和杨康之间的感情，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不需要你操心。哎，小桃知道你跟我的关系吗？不知道。没必要瞒她，找个机会告诉她吧。嗯。还有，上次他爸住院的钱，是你交的吧？对啊。他现在有什么困难的地方，你尽量去帮。有什么需要，跟我吱声。好的。你一直跟着我，多多。我是错了吗？以前我觉得，跟女朋友在一起，应该像哥们儿一样，才会不分彼此。我们俩就因为太像哥们儿了，所以才分手了。男人和女人在一起。就应该男人是男人，女人是女人。哪个女孩不希望男朋友让着她，宠着她？那宠坏了呢？真正懂你的人不会被宠坏的。以前我不懂，现在我懂了。可惜懂得太晚了。所以啊，同样的错误不能让小桃再承受一次。好了。你一个人没问题吧？当然。你呢？要不我送你回家？你保护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早点回去睡觉吧。对付小桃需要的可不是一般的体力。不是找你，乐叔叔给了我任务。彤彤的父亲。是啊，麻烦你把彤彤的地址给我。哦，姑父，是我让他给您打电话的。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情，我们自己处理就可以了。你也知道彤彤的脾气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等等，彤彤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放心，我不会绑架她。注意方式。我虽然不是你的家人，但是对待女孩子，我比你会选择方式。这可是我和杨康的孩子，他要是知道了。嗨，嗨，哟，这谁家大美女啊？
找错人了吧？盯着我看什么？我知道我是帅哥。我们复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我们复婚吧。我没听错吧？我怀孕啦！哎呀，别看了，才刚刚有。我当爸爸了！我当爸爸了！哎呀，别闹了！你不能剧烈运动，有宝宝呢。我真的要当爸爸了！我要当爸爸了！这怎么办？我还没准备好呢，我没准备好。媳妇儿，我是不是得给宝宝买个礼物啊？哎呀，傻瓜，我们应该先去通知你爸妈。对，我们得先告诉爸妈，他们会高兴死的。从现在开始，媳妇儿，你就是我的老佛爷，我就是你的小康子。老佛爷，小康子带您回家，老佛爷起驾。谁呀？保险公司的？不是，我去换件衣哎，服。你说是谁呀？你换什么衣服啊？那个小桃他爸。哎呦，亲家，哎呀，亲家来了哈！杨康，哎呦，你看那么早过来也不打个电话。杨康出来！哎，先坐，别急，我给你叫去啊。我不坐，出来，杨康。亲家，你先消消气儿啊。出来！哎，杨康在呢啊，别急啊，你先坐会儿，我给你倒杯水。杨康，哎，我给你叫去啊。你小子给我出来！哎呦，你别急，雷大哥来了，你先坐会儿，我去给你叫啊。来，雷大哥，谁是你大哥？先聊着啊。我没那福气啊，杨康。有什么事儿，咱们坐下来说啊。您坐。哎，妈，不行，妈，别出去，你挡我干嘛呀？妈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都不知道他气成什么样了。现在出去，他伤着你怎么办？伤着也是应该的呀。谁让咱跟人家女儿说结婚就结婚，说离婚就离婚呢？你个臭小子，知道你还那么做？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我也没想啊。哎呀，好了，哎，你先让你爸跟他谈一会儿。你现在出去，那得多危险啊！你傻呀你！哎，雷大哥，请喝茶。我不喝，我要见杨康，叫他出来。杨康，敢做不敢当啊！你是男人吗？让开，让开，出来！哎呦，岳父大人来了！什么？你还有脸叫我岳父大人？啊，亲家有话好好说啊，这不还是孩子吗？孩子，哼，这把婚都离了，要不是离婚，这会儿都当爸爸了。对，不管怎么说，是我不好。岳父啊，伯父，您别急，我跟小涛之间确实有点误会。有点误会。这婚都离了，还算有点误会啊？你怎么这么没有责任心呢？你把婚姻当什么了？你把我女儿当什么了？杨康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赶快赔礼道歉。对，我道歉，伯父，是我不好。谁稀罕你道歉啊？那么好一个姑娘，说娶就娶进来，说不要一脚就踹了。哼，伯父，这件事您误会了，不是我不要她，是她不要我。行啊，杨康，啊，小年纪你学坏了，你不但不负责任，你还学会了推卸责任。我问你，这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是雷小涛给你代签的，还是别人用枪逼着你签的啊？伯父，当时的情况您不了解，事情都走到那个地步了，我真是不签不行了。屁话！哼，能好好说话吗？你说你这大人跟孩子……什么？你们家孩子不好好管教，你反倒说我来了？哎，伯父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别激动啊。反正我呢是从来没有想过离婚的。什么？说什么呢？这婚都离了800年了，还说不想离婚？这不还可以复婚呢吗？复婚？哼，妄想，痴心妄想！这么好的姑娘进你们家门，连声招呼你们都不打啊？这我们不是也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？这人都进了家门，还说不知道啊？是进了才知道的，我们这不是也没准备吗？伯父，我还是爱小桃的。啊呸！
亏你说得出来，啊！爱他，有感情，还离婚，有感情还把他抛弃了？不是，这里边有误会啊！哼，也是我脾气急了点，我改。不用了，不用改，你就这样挺好。以后啊，只要你别去骚扰我女儿，我就拜高佛烧高香了。啊，哎，对了，今天我来的主要目的是想通报你们一声，我的女儿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是个杰出人才，帅哥，有钱，两个人感情非常好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。哼，以后别去捣乱啊，别去骚扰他们了啊！行了，伯父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我杨康也是个有脸面的人，既然有您这句话，放心，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，我也不会去找他。为什么要打一辈子光棍啊？那是因为我们不想要，想要啊，明天也能结婚。好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就冲你们这牛劲儿，所以你们就随随便便的娶了我女儿，又随随便便把她踹出家门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伯父，您放100个心啊！您的女儿，我要是再去找她，我就不是人。好，小子，有种！哎，你这话我记住了，你自己也记住了，今天家长也在啊，也记住了。以后再去骚扰我女儿，我打断你的腿！两位家长都听见了，作证。不错。再见。哎呀，行了啊！哎，这孩子，你说你，啊，这话一到耳朵口就横在那儿，就进不去了。切，进不去就不进呗。哎，你说你，人家都打上门了，哦，一句话不吭。哎，你怂啊？人家每句话都在理，这个事儿本来就赖杨康。哎，我说什么好啊？怎么在理了？这离婚就他女儿一个人难受啊？我儿子难受的时候他知道吗？别说了，都给我别说了！小小的屋檐挡不住雨点，情划过指尖，抽上了心间。好了，请睁眼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吧！暗示着秋哇！转身的瞬间，爱已经不见。真没看出来，你还是杞人忧天的人，这不还没出事吗？别乱想。雷小桃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无法改变曾经的信念，那么遥远。那你就直接冲动放弃，还有更好的等着你呢。算了吧，累了，一辈子就冲动这么一回。昏暗的光线遮不住思念，灵魂的空缺用什么谁啊？来你是？我姓苏，我找乐彤彤。哦，彤彤，雪儿姐姐，桃儿，吃饭了。哎，来啦！来，穿这么漂亮干嘛去啊？不告诉你。是不是去约会啊？啊？是不是去约会啊？对呀。是不是跟小罗啊？才不是呢！哦，不是，就算不是吧，爸爸看你这样真高兴啊。我以后要天天这么高兴，爸爸也得高兴哦。你高兴我就高兴。桃啊，我知道，爸爸是个不称职的爸爸。爸，你干嘛这么说嘛？
虽说不称职呢，但跟天下所有的爸爸都差不多。我知道。我来。哎，不用，让我自己来吧。爸爸，你不用对我特别好，像以前那样就可以了。我说真的呢，如果你每天都这样黏黏糊糊的，动不动就疼爱我呀，我才受不了呢。而且，我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，大人呢就应该我来照顾爸爸。来，爸爸吃鸡蛋。爸爸呢，只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，我就开心了。以后呢，我要是有了孩子，你就可以陪他去逛公园、钓鱼啊。说得我心里怪痒的。我也盼着这一天，所以我希望你跟小罗早点把婚事办了，让我早点抱上外孙。爸，胡说什么呢？不准提他了啊！不提。但是我看出来了，小罗是真心喜欢你，你要抓住机会，要珍惜，机会不要错过了，好吗？来吃油条。不要。你不是最爱吃油条吗？油条对身体不好。这个以后我再跟你说。去哪儿啊？我出去啊。到底是不是找小罗啊？爸，我告诉你，我跟罗毅昨天没有关系，今天没有关系，明天更没有关系的。那跟谁有关系？告诉爸爸。今天晚上你就知道啦。啊，行了，爸，慢慢吃啊，我先走了。去吧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去哪儿我不管，但是你一定不能去找那个混蛋。不找他，行了吧？走了，拜拜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雪儿姐姐，你先吃个苹果。哎呦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好消息要宣布，我准备出门上班啊，彤彤在家呢。什么好消息啊？那你先上班，等会儿我跟彤彤一块去找你。什么好消息？先透露一下呗。你跟杨康要复婚？不是啦，一会儿见面说吧，拜拜。好吧，拜拜。喂，没看到我啊？哟，罗公子，这么巧，逛街啊？去哪儿？不关你的事吧？只过了一个晚上，用不着这么凶吧？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你就别来找我了。今天状态不错嘛？那当然，我以后可是孩子的母亲了，我得给孩子做好榜样嘛。有决定了？当然啊。说来听听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就算是朋友，你也可以说来听听吧。你干嘛对别人的事这么好奇啊？你对我来说可不是别人，你有可能是我未来的妻子。我都有孩子了，你干嘛还那么想？就算你有孩子，但是你没丈夫，我永远都会这么想的。你好了，不管你去哪里，我送你。我去找杨康，你也送我吗？当然。你这个人脑袋里想什么呀？本来是应该他保护你，只是他放弃了这个权利。我很荣幸得到这个权利，所以我要好好的把握。你说对不对？走，上车吧。不要。他见了你，他就不会跟我好好谈了。哦，你真的打算去跟他好好的谈吗？对啊。为了孩子？也算是吧。你想用孩子去拴住男人的心？喂，你别误会我想阻止什么，我只注重你的幸福。不管大人间的感情有什么纠纷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如果你想留着他，必须为他着想。我就是因为替孩子着想，所以我才去找他呀。找他是对的，但你不能为了孩子。如果你仅仅为了孩子的话，将来你们复合，受苦的
是你们3个人，明白吗？走吧，我送你去附近，不让他看见。不是吧？分手了？为什么呀？以前好像没有原因，现在好像是，他变心了。谁这么大胆子，敢跟我雪儿姐姐 PK？ 是一个其貌不扬，根本就配不上你表哥的野丫头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了。你爸爸让我带你回去一趟。就知道会是这样。雪儿姐姐，你见过那女的吧？当然。不过这些事你先别管了。那可不行，我非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本事。罗毅这家伙竟然敢见异思迁，太可恶了！你把那女人联系方式告诉我。我没有，不过我知道她家住在哪儿。快告诉我！快告诉我呀！你知道这个又有什么用呢？事情根本就不是你我能控制的。那可不一定，我乐彤彤出马，好的拆散，坏的重逢，就要看我当时的心情了。有笔吗？我写给你。有。彤彤，你爸那么信任我，你还是跟我回去一趟吧。不要，我要是跟你回去，他就不让我回来了。我保证你可以回来。这事儿以后再说吧。去他家还是？他家。打算让他父母也知道吗？没有，到了我会把他约出来谈的。好。有话说。罗毅，不管怎么说，真的很谢谢你。一切就远了。如果你跟杨康还能重新走到一起，我就要当孩子的干爹。啊？是爹还是干爹，总得占一个吧？啊？这也算预约啊。假如他同意的话，我没意见。我会让他同意的。路怎么走，你来指挥。彤彤，如果你这次不答应跟我回去，恐怕……我知道，我爸还会想别的办法的。哎，管他呢，开心一天是一天吧。那好吧，电话已经给你了，有什么事情联系姐姐。拜拜，拜拜。这不是小桃家的地址吗 ？Oh my Lady Gaga！ 疼吗？你说说你，把手弄成这样，妈看着心里多难受啊！你这个孩子啊，说你聪明呢，你聪明；说你傻，你怎么能就傻到这个地步呢？小唐打来的，他打来干嘛？接不接？行行，我来。哼，这家人一前一后的，想干什么？挂了。挂了。行行行，反正我们也不想接他们电话。儿子，把他电话给删了。这孩子全叫你给教坏了。快快快！杨康，我们见个面吧。我在你家门口等你。怎么了？哎，去哪儿啊？啥呀？儿子，儿子，你惯的。你惯的。谢谢你。行了，你赶快去吧，我公司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有事给我打电话，你不是早有我号码了吗？好。
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你的手。说，你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？有事儿说事儿，没事儿散。干什么？都是要结婚的人了，还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怎么想跟我说什么？祝福你，恭喜你。罗毅的事情，我再解释最后一次，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然后呢？你在你前夫面前解释男女关系，你想解释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有事情跟你说。你说呀。我们能不能换个地方？怎么了？这儿不能说吗？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说呀？雷小桃，你别怪我小心眼儿。就你做那些事儿，是个男人都得小心眼儿。小心眼儿怎么了？小心眼儿是看得起你，证明他在乎你。如果他连对你小心眼儿都没有，你也就没了，懂吗？到那个时候，你在我眼里没了，你懂吗？你懂什么是没了吗？你哭什么呀？你有什么好哭的？你有什么好在我面前哭的？你去找他呀！你这不都是已经要结婚了吗？去找他呀！你在我这个前夫面前哭，什么意思？杨康，你混蛋！我混蛋？我是混蛋，我当然混蛋了。我要是不混蛋，我怎么会稀里糊涂娶了你呢？你才知道我混蛋。不啊，这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解放了，解放啊！亲身感受一下解放的感觉。怎么，回来干什么呀？找谁呀你？你要找谁呀？杨康，你混蛋！你就是一大混蛋！我会让你后悔，一辈子都后悔！你委屈，我还委屈啊！我就是混蛋，怎么了？我不仅混蛋，我告诉你，我还一穷光蛋！你找那公子哥去啊！去！如果不想听听我娶你前妻的计划，你就尽管进去吧。真是差劲，连听几句话的勇气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姓罗的，我不想跟你说一句话，你少得寸进尺。等我把小桃娶进门了，你想见我都见不到。你左一个娶，右一个娶，你娶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其实总的来说是关你事的，所以我过来跟你打个招呼，省得到时候说我没通知你。关我事？他现在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是我前妻，我是他前夫，就等于前夫前妻关系，也就是等于路人甲乙关系，你懂吗？好，希望你永远保持这个关系，别再打破。谁破了？谁是孙子？看什么看？得意什么得意？那是我不要的女人，你要你拿就好。你果然是混蛋，一点都没错。我本来就是混蛋，你是好蛋，你是世界上公认的好蛋，你去加个 V 就更是好蛋。无药可救，用得着你救吗？我吃了多少年药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谁呀？啊！要不是仗着你老子有钱，你嘚瑟得出来吗？嘚瑟什么嘚瑟，个公子哥！除了有钱，你还有什么？钱是什么？钱是一堆粪土。你一天到晚抱着一堆粪土，左嘚瑟右嘚瑟，你显摆什么呀？啊！有本事你离开你爸，我看看你去骗小姑娘，骗呀！我看谁跟你！切！呸！
杨康，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，我要打掉我们的孩子，我要切断我们之间的纽带。闪开！要伸了！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还没出什么事情，就算出什么事情，也还有我。你不是回公司了吗？这种情况，我怎么回公司？我知道你担心我去见杨康，但我还是去见了。你放心，我什么都没有说。这种事情也不能够通过我去说。之后打算怎么办？干嘛不直接去找他？就算当面不说，你可以发短信呢。我不想说。为什么？说不清楚。我不希望用孩子来成为我们好好的条件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真的很……不用再说谢谢了。这些事情我确实没法再说什么，只要你自己想清楚。再说吧，我想他会明白的，我相信他会回头的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多多说你有好消息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好消息呢？本来是好消息，现在想想算什么好消息啊？也许是糟糕的开始呢。说什么呢？听得我莫名其妙的。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家准备进京水果业啦。嗯，我爸是董事长，我是执行董事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得了吧，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再说。对了，工作找得怎么样了？不行的话，来我爸店里上班怎么样？我都说了，我爸是香港10大富豪。停。OK， 换个话题。桃，问你件事啊。说。你跟杨康离婚，有别人的因素吗？别人？这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。哎，你为什么这么问啊？就是随便问问。你会是随便问问？说吧，是不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啦？等我捋清楚再跟你说吧。其实这跟我没多大关系，但我肯定是向着你的呀。如果真的是那个人的话，我觉得他真的不适合你。这男人要是长得帅呀，他绝对不是一个优点。我觉得这女人吧，最需要的是安全感。这男人要是一帅，危险的系数无形中就增高了。他有个前女友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哪个男的没点钱使啊？要离趁早离啊，后面还有人排队呢。切，谁要谁拿去呗。说真的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刚才是见谁去啦？见前女友了。什么？桃，桃，别哭了。
小心啊！现在怎么办啊？喂，说话呀！什么？罗伊啊，怎么失踪了？昨天不是说带女孩回家吗？发生了一些意外。怎么了？爸，我知道，我的事情你都会管。废话，你是我儿子，我不操心谁操心啊？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有件事，你能不能不管？什么事？又是你的女朋友？我即将要娶的妻子。你什么时候要结婚了？行，那我不妨碍你，只要是你真心喜欢的，只要不是那个有夫之妇，我没意见。您放心，绝对不会是有夫之妇，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。那你还担心什么？本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担心的，只是现在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的确让我有一些担心。什么事情？现在还没到时候说。你不是废话吗？我只是跟你打个招呼，我娶的人呢，不是一般的女孩子。哟，口气还真不小，是公主啊，还是王妃啊？这么多年来，遇到那么多事情，我都觉得没有压力，但是这一次，不过我相信，我一定会扛过去的。我也相信他一定会扛过去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这没头没脑的。行了，您忙吧。小桃啊，多多，桃，你俩好好沟通一下吧，是吧？多多，你快过来，去呀！小桃，我和他那些事儿，是在你们俩认识之前，真的。你还记得我那时候跟你提的那个网友叫独孤求败吗？他就是杨康。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正在深圳，你不是想和罗小婵开一个网站吗？但是那会儿我玩心重，再说是网友，总吵架，没过多久就分手了。他有女朋友，你有男朋友，这个我都能理解，只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。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你男朋友的时候，我惊了。我本来想告诉你的，但是你们俩那时候不是刚好吗？杨康说，等你们俩稳定了以后再告诉你。可是等你们稳定以后，他说怕你生气，就没告诉你。小桃，我们分得很彻底。我承认，我后来是动摇过，但是杨康他对你是死心塌地的。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小桃，你相信我。已经没关系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桃，你也别说了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。哎，小桃，多，你看他没相信我，让我跟他说清楚。让他静一静，你再跟他说清楚。如果真的是朋友的话，他会回来问你的。